Look， 可以帮忙放 PPT 吗？好，没关系，那再一次，再一次。喂，好，直接开始。神慈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再一次。神慈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甘甜，何等甘甜！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幸福善乐。感觉安慰，乃是我决心，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有一天，会读生命和人生苦难，一一攻克，借助耶稣，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他荣耀光。见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
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指引他活着。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见隆隆雷声，你的大能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圣经原猜他儿子将是生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好，先念到这边。
留下这平安。吼，咱新历年已经过吼，但是咱旧历年还未来，还未过。吼，在这中间，吼，咱今日有重要的任务，因为咱今日要开好会。好会是咱将旧年咱所做的一切，咱的工，咱所有的代志，献在主的面前。咱嘛要仰望未来，吼，在未来的一年中间，咱嘛要好好服侍，在主的面前，互主来欢喜。吼唔通袂记哦，好会煞唔通走哦，咱还要大拼扫哦。吼，因为咱要过年，互咱的教会嘛清清气气，吼，会当迎接新的一年来到。吼，这是咱礼拜时间已经到，咱三个来祈祷。听谈我的主，阮感谢你。在年甲年的中间，阮仰望主你的带领，阮嘛品尝主你的甘甜。主啊，阮欢喜服侍在主你的面前，因为你听阮，你为阮备办道路，你陪伴阮在生活上工作的时，逐个时阵，阮拢得到平安。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今日的服侍，阮今仔日的后悔，阮今仔日的摒扫，在主你的面前拢看做是好。恳求你帮咱，甲阮三个伫地，真侪阮的困难，保守我的平安。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面，我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一起来赞美。我们一起向神来宣告，阿们。神是爱子，神是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再一次，神是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一起来宣告：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甘甜，何等甘甜，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喜乐，更觉安慰，乃是我确信，乃是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有一天，会读生命和人生苦难，一一攻克，借助耶稣，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他荣耀光，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让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主。在这时候，我邀请大家先闭上眼睛，安静我们的心，安静在主的面前，来享受圣灵能够亲自降下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围在运行，在环绕。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细修，又听见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圣经原拆开
将是生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谢谢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主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再次邀请大家用这首歌来当我们今天在主日前的祷告，向神的呼召呼告。我们再从头再来唱一次。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见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让我们再唱一次安静的副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让我们安静心今天的敬拜。
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头，上帝囝耶稣，伊已经上天到上帝面前，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所以咱着好打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的时的帮赞。这是咱三角来吟诗，信诗第18首。信诗第18首，我心阿乐上帝。我心阿乐上帝，自然永活的爸，天地万有三角应声，阿乐伊大尊名，树木田园水泉。江涌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荣光，仁爱公义昭彰，请起立来吟全首。我心阿乐上帝，自然永活的爸，天地万有三角平声，阿乐伊大出名，就无曾有最终，强将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荣光，仁爱公义昭彰。我心阿乐上帝，世人的爸，空中会照吟诗出声，阿乐伊大尊名，地水草木青翠，花花果子结水。你光照来，凉风吹来，讲起你大仁爱。我心阿乐上帝，你的军队之家，虽然歹代暂时将军，公义稳当的心，心高灵高的主，大尊的天之牛，天下到尾作做一家，荣光归伫上帝。请坐。下来要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旧部的第6面，咱做伙来念，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固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要来启应。伫信息后壁面，启应文第14篇，启应文第14篇就是诗篇46篇。显着我来启，恁来应。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虽然地大变动，
海水也涌活活好，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诚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活活好，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一间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接来，请大家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天父上帝啊，你是阮的避难所，阮的盾牌，是阮及时的帮赞，是阮愿意奉献家己为你所用的主。阮应当时时刻刻来学乐宣扬你的名。即时，阮虔诚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恳求你赦免阮一切罪过。因为阮总是受着这世间做事来引诱，直到来得罪你。求你保守阮，通过你的话，时时来提醒阮来过圣洁生活。感谢主，你赏赐恩惠，用仁慈款待阮。阮嘛感谢你的创造，你的保护。各种逐项的恩典赐予阮，阮要感谢你。毋敢若是用喙来学乐你，也要用阮的生活来显明出来。阮是你的学生。即时，阮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伫即个世间有侪战争，有的所在有战争，有冲突，有地动所造成的灾害，有水灾。阁有逐种的天灾，这所在的百姓，因的身躯甲心灵受着极大的痛苦。恳求主来安慰因的心，互因的心会当得到平安，嘛互因有气力来面对未来生活甲挑战。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今仔日。教会要举办2024年的会员互会，嘛要来补选出3位的执事。恳求主用你的智慧来充满阮，互阮会当照你的旨意来选出这3位执事。嘛恳求主，互阮教会每一个同工会当同心合意来为主来服侍。互阮毋是为着阮家己，而是为着要来宣扬主你的名。嘛恳求主安静阮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互阮通过今仔日的经文来了解你要教示阮的。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即时，阮要来读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有2位所在，一个是《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6节，一个是37章30到39节。《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6节，现着我来读。五旬节的期已经到，
因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住规间的厝，就有在分开的刺出现，互因看见，亲像火的字，歇伫大人的顶面。因拢受信心充满，才开喙讲别样的口口，是照信心所想事因讲的。迄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对天的大国来的，住伫耶路撒冷，一个声一个起，众人聚集纷纷乱乱，因为逐人听见因照伊家己的土腔来讲，就拢戆影。第二位是第37节，我来读。众人听了，心内刺切，就对彼得甲其余的使徒讲：兄弟啊，阮着怎样做？彼得甲伊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信心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囡仔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咱读圣经到这，即时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至信的神听阮祈祷》。圣神的火，求你温暖阮的心，互阮听阮的厝边。圣神的火，求你照光阮的路，互阮行伫真理。圣神的火，求你自习惯，发出热情来追求自由。圣神的火，求你自习惯一齐来庆贺你的性命。这是要请科牧师来讲道
讲道理。伊要讲的题目是信心的慷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虽然过去这礼拜天气的寒冷，总是你看顾保守阮每一个人，只是叫阮有信心带阮来到圣殿，阮心内充满着火热。愿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听到你的话语，伫阮的生活中将信心的感动，互阮当行出来。愿主你的话语即时来提醒阮，来甲阮讲，互阮向前来跑走。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信心亲身来引带，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今年，咱用《使徒行传》来正做咱今年度所主要的讲道的即个经文，甲咱所要读的《使徒行传》。伫1月份头一个主日，咱讲到《使徒行传》第1章。第1章内面记载着耶稣上天进前，耶稣对着门徒所讲的话，就是耶稣咧吩咐遐个门徒。因爱听候信心，这个信心是所应允的信心。所以咱看到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内面，安尼讲着讲，信心临到恁的时阵，恁会充满着能力，要伫耶路撒冷，要伫犹太，要伫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边海角，为我做见证。那呢？咱即时伫咱的时代，咱所面对的信心是啥物呢？甲《使徒行传》内面所讲的，耶稣所讲的即个信心，有什么款的无共吗？使徒因的心内所等待的即个信心，到底是啥物呢？甲你所认知的即个信心，有什么款的无共吗？今仔日咱要举行会员好会，今仔日咱要补选出3位的执事。牧师相信，伫上帝救赎的计划内面，咱每一个人拢会是伫即个世代的见证人。咱每一个人拢会甲上帝同工做伙。所以，即个甲上帝同工，要见证上帝作为，这毋是长老执事因的责任尔，是咱在座每一位咱所有的兄弟姊妹的责任。所以，当咱看到伫《使徒行传》内面，门徒伫耶路撒冷咧等待，而且咧听候信心的降临的时阵。也就是讲，初代教会因为信心降临，或者个使徒伫因的身躯顶得到气力，来正做为基督的见证。伊就将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散开。所以咱嘛是同款的领受这个信心，信心伫你我的身躯顶。要做奇妙的代志，就是爱咱将这个福音通过咱每一个人传出去。所以，咱看到伫《使徒行传》今仔日所读的第2章的内面，伫《使徒行传》第2章内面，这个犹太教中间产生一个新的信仰的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带着这个整个的这个传福音的行动。其实，拢掌握伫上帝的手中。上帝的气力彰显伫基督的过活甲受天的这个代志顶面。咱看到这个力量伫五旬节的时，赏赐予上帝的百姓。所以，咱看到信心降临的时阵，教会就形成啊。所以，对教会来看，五旬节所发生伫耶路撒冷的故事，是一个经典，
五旬节发生伫教会即件代志，真做信仰团体真重要一个经典的权威之地。互咱每一届咧经历即个上帝同在的时阵，一届搁一届，咱来回想着五旬节所发生的代志，而且真做咱信仰团体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指标之地。通过信心一个真强、搁有力咧做工，互咱教会有一个愿望。信心毋是干那互咱有愿望尔，信心嘛会指出咱教会遐的缺点，嘛会指出咱所欠缺的所在。所以当咱咧看耶稣上天了后，伫使徒行传内面咧讲到，伫五旬节的早时，一阵耶稣的军队者，包括了这11位门徒，以及后来所选出来这个马提亚，也佫有侪侪妇女，包括了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因拢组织做伙咧祈祷，因拢咧等待耶稣所讲的迄个应允的信心的来到。所以咱看到经文内面咧描写着，忽然间天顶发出真大的声音，敢若亲像一阵风吹过共款，规间的厝内底充满着一个声音。咱会当感觉讲，想象敢若规间厝内底物件拢散开，敢若拢无互人拔掉的。迄个声音四过咧伫咱的中间。亲像创世纪上帝创造第一个早起的时阵，迄个水的顶面充满着信心的同在，风，敢若信心，敢若遮所有一切物件，拢来到这个世间。照着使徒行传的描写，厝内底的人先听到声音。然后是看到迄个形状亲像纸共款的即个火焰，因来显现，然后即个亲像火焰的纸，就伫因每一个人的头壳顶，互因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拢有敢若亲像一把火伫因的身躯。即个咧表示着遮亲像火共款的纸。甲信心所要赏赐互因的即个能力有关系。即个能力就是互因会当讲别国的话语，会当互因来表达出无共款的声音。咱若安尼来看，信心敢若是放落一个真奇妙的事粒伫因的身躯顶，要互所有人拢讲无共款的话。信心来到因的中间，所施落的第一个礼物，就是讲话。要用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口音来讲话一个礼物。所以当信心降临的时阵，圣经安尼描写着讲，因拢互信心所充满。伫旧约的内面，互信心所充满。迄是上帝用灵来充满伫人，伊上主要的目的是要互人有智慧、有能力，互人有即个能力，是要来伫会幕内面做工，要互人会当明白了解上帝的心意，来担任一个领袖，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人互上帝灵所充满。就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互信心所充满，最是用来表达信心伫特别的时刻，为着特别的目的，降临伫人的身躯顶的事件。也是讲，咱满有信心，是咧表达人处伫互信心的能力所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咱安尼来想，当人互信心所充满、互信心所管理的时阵，
就会照着信心所享受的气力，信心所享受讲话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发出对巴别塔以后，人互上帝视线，伫逐所在讲无共款的口音，伫逐所在的语言以及即个讲的相谈，伫使徒行传内面咧形容。当四季逐个转来遮的犹太人，因为着宗教的原因，对无共款的所在转来到耶路撒冷，因是要转来徛起伫迄个所在犹太人，因毋是暂时转来要过节的遮犹太人尔。所以当因转来了后，因听到互信心充满的遮个有能力的人。因喙内底所讲出，因原本徛起迄个所在口音了后，因感觉真惊吓、真稀奇，因为即阵加利利人，因用无共款的语言讲出遮个话，咱会当知影，伫当时，伫罗马帝国的统治的内面，犹太人的社群中间。有使用阿兰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以及罗马官方的语言是拉丁文。这边所讲的这个相谈，应该无限伫即几种的语言，也有可能是包括伫逐所在咧讲的地方的语言。咱台湾，咱知咱台湾有偌济语言无？咱常常咧用的华语。咱伫教会内面所用的台语，咱还佫有客家人的客语，还佫有每一族的原住民因所使用的语言。所以咱会看到，敢若伫台湾，都有侪无共所在所用的无共款的语言伫个。伫使徒行传内面，即阵互信心所充满的人。因讲出各种的语言、地方的口音，因所讲出的这内容，拢是咧诉说上帝奇妙的作为，也就是上帝照着耶稣所成就的这个大代志。但是众人的反应，敢若对这个语言口音较有兴趣。因无真足去听到上帝照着耶稣真有一个大代志，这件代志，因会当真清楚明白。所以至到因一方面，真听到因家乡的这个语言；另外一方面，因毋知影遮个人所讲的、所表达的是啥物。至到有个人就笑因讲，因啉了。敢若亲像迄种完全无发酵的、即个真甜的酒，互因真容易就啉醉啊！对逐所在转来到耶路撒冷遮犹太人，无论因听到什物，因听到即阵咧传讲耶稣救赎的遮个代志的人。无论因听了后，因接受的信息是怎样，敢若即阵人开嘴咧讲因听有的话，即个就是信心咧做工啊。那呢，伫使徒行传内面所描述的这个信心，今仔日敢有伫咱的中间吗？这个信心，这个时刻，敢有甲咱做伙吗？也就是讲，当初咧感动文山教会遐信仰的前辈，因伫听到马街报道时所讲的，既若劳苦背重担的人会当来到我这个所在，我就互你得到安息的时阵，咱的信仰前辈。张乃凤长老，当时互伊听有遮个话，而且心灵得到透放的迄个信心，即个时刻
抑阁有伫咱的中间吗？我一直认为，信心一直拢伫咱的中间。我相信信心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我相信信心甲咱的灵同在。信心用无共款的方式，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听有上帝救赎的这个消息。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间，信心用各种的方法，互咱去明白上帝疼咱每一个人，嘛互咱去学习上帝所赏赐的恩典甲疼。因为咱领受着啊，所以咱用即种的恩典甲疼，去疼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不过有人讲啊，牧师，我著甲伊无真亲啊，我要安怎疼伊咧？上帝的信心会帮助咱，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对方。今仔日咱真幸福，因为咱会当知影上帝咧疼咱，咱嘛知影耶稣基督的救赎，咱嘛知影信心咧做工。因为咱透过文字，咱会当读到上帝的话语。透过历代历史的遮的神学家、解经的学者，也是侪牧者，咱的信仰的前辈，咱拢会当知影，通过无共款的角度去看到上帝的话语对咱讲话。咱每一个人所听到的，咱所会当理解的，这拢是每一个人透过信心做工的领受。咱这个世代真幸福，因为透过科技的进步，咱会当摕手机啊，也是用电脑，会当查咱所对信仰顶面咱所怀疑的代志。无论遮啥物款的资料，咱咧查的时阵，咱来注意，迄拢是每一个人真主观的看法。即个每一个解说，嘛是对人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咱要真清楚知影一件代志，咱信仰的真重要的即个中心是啥物咧？咱才袂互真侪无共款的信息，也是有偏差的信息所扰乱。所以咱上尾要转来到圣经的内面，咱要来看上帝讲啥物，圣经记载啥物，上帝所要传达出来是啥物。信心伫咱中间，信心伫即个所在，是要互咱会当明白上帝救赎的计划的内面。所以当咱听到、咱看到，而且咱会当讲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即件代志的时阵，即个嘛是信心咧做工。伫《使徒行传》第2章内面，信心降临的时阵，有侪人无明白信心所带来上帝的信息。虽然使徒喙内底咧讲的是每一个地方的人因所讲的口音，听到的人虽然因无明白到底咧讲啥物，所以至到因认为因敢若啉酒醉了后咧乌白讲。这个时刻，彼得站起来啊！彼得感觉有需要对逐所在转来遮的犹太人来讲清楚，就甲11位使徒做伙站起来，大声用信心所赏赐的即个话语来向因讲。彼得要向遮所有原本徛起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及对逐所在转来的犹太同胞，因为遮的人，伊甲遮的犹太人讲，即阵人因所讲话，毋是亲像恁所想的共款，因毋是酒醉啊。因为对历史到即马即个时刻，才过3点钟尔，
通常犹太人因爱到第4点钟，大约是早起10点以后，因才会开始食饭。所以讲，还未食饭，自然就无啉烧酒醉的问题啊。彼得引用着旧约先知约珥书内面所记载，伊伫约珥书第2章28节到32节内面，伊安尼引用，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17节到21节。彼得安尼引用讲，伊讲上帝讲，这是我伫世界末期所要做的，我要将我的灵予每一个人。恁的囝儿要宣讲我的信息，恁少年人要看见异象，恁年老的要看见奇异的梦。遐日子，我要将我的灵隆重显明出来，甚至我的奴仆、我的婢女，因要宣告我的信息。我要伫天顶显出神力，伫地上行奇异的事，有火，有烟。日头要无光，月亮要敢若火共款，遮尔红。伫主迄个伟大荣耀的日子来到以前，这一切都要发生。迄时呼求上帝的名，要得救。彼得用先知约珥的即句话，是要说明因即摆的状况。但是彼得毋是干那安尼讲尔。伊继续引用先知约珥，是要来说明这是信心的降临，就是使徒用逐所在的语言来传讲上帝的大作为。伊讲这个大作为是上帝的灵要压灌落来，当迄个时刻有语言来产生，是上帝在传达伊的心意，异象异梦会实现。所以早伫即个先知约珥的即个内面，已经讲出伫五旬节的时阵，因会去经历到信心充满，以及出现逐所在语言口音的即个状况。因所经历的，敢若是亲像一个开始，对迄时开始，到即马犹原还佫伫咧。所以当彼得咧说明信心降临。信心的工作了后，伊继续解说伫旧约的圣经的内面有关耶稣对死过活的代志。当彼得咧讲遮个话时阵，伊看到在场遮所有的百姓，遮所有咧军队伊身躯边遮个人，伊知影即阵人中间有一部分的人，伫50天之前嘛伫耶路撒冷。因亲目睭看到耶稣的即个事件，所以耶稣的即个事件了后，彼得搁一届咧强调耶稣的受苦、耶稣受抬，拢是上帝定着伊所原本有定的计划的旨意内面来行的。即个毋是因为耶稣的肉体软弱交互别人。互别人会当去杀耶稣的，上帝已经将这个死亡的痛苦解除啊！所以耶稣袂互这个死亡所限制，耶稣已经过活。彼得要表达的是，这伫旧约内面早就已经出现啦。毋那是安尼，彼得佫引用诗篇16篇第8节到11节，这个段落。有可能是因为诗人对死亡中得到拯救所发出的感恩甲懊恼，嘛有可能是因为祈求这个健康，也是避免无法度突然间来的这个死亡。这是这个诗人所做祈祷。圣经学者将这个段落，因为作者是大卫，伊对受膏的大卫。伊对死亡中得到拯救的主题，用着受膏活的耶稣的身躯顶，是要来证明耶稣的过活是上帝的工作。早伫大卫的时阵就已经讲啊。通过彼得的解说，
我想当时的人对真理有搁较清楚的明白了解，所以上帝的话语进入到众人的心内，众人就真渴慕，就对彼得甲其他的使徒讲：阮应当爱怎样来做呢？彼得就清楚甲众人讲爱悔改，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互恁的罪得到赦免，然后恁就会当领受到信心。彼得毋是安尼尔，伊阁继续咧教导因、劝勉因、见证因。因为信心的工作，毋是要带来一个混乱，信心的工作是要想出互人有即个能力来为主做见证，而且通过真理的教导，带领人的心来归向上帝。使徒行传记载讲，迄天侪人听到彼得的所讲的话，迄天因为信心的工作，有3000个人受洗，加入到基督的行列的内面，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行传第2章，信心的工作是要互逐所在人拢会当知影上帝，拢会当知影上帝照着耶稣基督要来成就一个救赎的计划，通过人的宣讲，要互遐还未明白，也是还未相信的人，会当听到了后心受感动，进一步知影讲家己对上帝的明白还阁无够，因为安尼来抵告犯罪。信心要透过安尼，互人会当知影，会当悔改，愿意来信任耶稣基督，愿意接受洗礼，领受信心。这看起来敢是啊，照着即个一步、2步、3步安尼做，但在实际上，信心的工作无一定是照即个程序。不过，咱来知影，互人成做上帝的子民，即个就是信心的工作。各位兄弟姊妹，使徒行传的第2章讲到遮个使徒咧传讲，那安尼我问大家，恁敢有传讲上帝救赎信心的能力也无？恁每一个人，敢有迄个能力来传讲上帝救赎的信心？当彼得咧诉说耶稣的故事，在场的遮个群众因回应，因想要知影安怎做。彼得咧宣讲的即个力量，互人听了即个故事了后，会当受感动，想要悔改。彼得宣讲的即个力量，其实毋是彼得讲道的即个能力呢。即个彼得，互这群众想要改变，即个工作毋是彼得呢。即群人因的情绪真火热起来，因的内心真真情，想要甲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关系。这毋是彼得讲到偌好呢？伫五旬节，彼得咧讲即个故事的内面，彼得的能力是信息所予伊的。群众会当认做的这个话语是外来的语言。这个重点是耶稣的所发生的这个故事，才是会当拯救所有的群众。所以，当咱讲我敢有宣讲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的时阵，其实迄是已经发生的代志，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有一个力量，为着这所有的人所产生的。咱要知影，毋是群众去找耶稣，颠倒是上帝将因所调集来。那呢？
当咱咧宣讲主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阵，互你有气力的，毋是你过去的经验，毋是你过去的习惯。当咱咧宣讲耶稣基督救赎的故事的时，迄是信心伫恁每一个人身躯顶所做工。因为有信心的同在，所以当你要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咧诉说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阵，你爱知影一件代志，迄是信心爱你去讲的。当彼得这篇演讲也好，伊真实传达出拯救的上帝。伊真实伫即个中间，无论伊引用先知的语言，也是代表的即句话，拢是真实咧传讲出拯救的上帝。因为上帝伫伊整个即篇的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应允。即个应允，当伊即篇伊传讲结束的时阵，无人会怀疑，伫即个世界有一位要拯救人的上帝。使徒行传上尾28章2章28节内面讲：你已经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你的同在，互我充满着喜乐。各位兄弟姊妹，当信心降临的时阵，所带来毋是重担；信心降临的时阵，毋是惊吓；信心降临的时阵，你袂皮皮喘。因为信心要享受咱属天来的即个能力，即种的能力，甲咱所认知的，咱即种工作的能力，咱学习的，咱的生活是完全的无同。因为信心所享受的，是爱咱去传讲耶稣基督。当咱愿意行出去去宣讲的时阵，信心就咧做工，透过咱的嘴。咱所发出的语言，你会当讲出你的信仰的经历，那呢，就会当互人明白，而且了解上帝整个的救赎的计划，耶稣基督为咱牺牲的意义。牧师，我相信，无论咱讲什么，当咱来诉说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阵，迄拢是信心咧带领，要互对方听见迄个真理，真理入到因的心，因的心就受到震动，因愿意来相信军队基督。各位兄弟姊妹，牧师要挑战恁，伫未来一年中间，你愿意去为主做见证吗？你愿意去为主做见证吗？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当阮看伫《使徒行传》，遮所有的使徒，因为信心伫因的身躯顶所做工，互因会当无惊吓，而且欢喜快乐去传达上帝救赎的计划。透过因诉说着主耶稣基督的事，互侪人因为安尼心得到震动，而安尼愿意来相信，来跟对。阮恳求上帝帮助阮每一个人，呼召阮每一个人，透过信心伫阮每一个人身躯顶的工作，互阮去为主做见证。愿主你赏赐阮对信心下来能力、勇气、智慧。愿主差遣阮出去，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要来吟诗，信诗第169首，
信诗第169首，恳求圣神降临。恳求圣神降临，伫阮逐人的心。无所不能，至光至明，赏赐恩典极亲。请起立来吟全首。恳求圣神降临，伫阮逐人的心。无所不能，至光至明，赏赐恩典极亲。恳求圣神降临，互阮时间努力，只有真正有光明，来讲耶稣的名。恳求圣神接导，帮助阮心康复，常常欢喜上帝心情，万物拢总最好。恳求圣神照顾，互阮日日进步，所讲的话，所行的事，也望照主法度。恳求圣神安慰，伫你家己恩惠，互阮合来敬拜起来，你听甲主做对。阿门。请坐。即时要来奉献。
请坐。即时要来报告，伫报告大师，咱先来读2摆，今仔日的经句2摆，咱做伙来读。因为咱我苦时，对神在听候所望的伊。加拉太书第5章第5节。因为咱我苦时，对神在听候所望的伊。加拉太书第5章第5节。咱现着周报的第3面。下周的圣工分担，第1礼拜领唱是蔡杰欢老师，词类是潘美妍、杨露，诗经是周胜梅姊妹，献诗是圣歌队，诗献是谢义宏执事甲郭金敦执事，交代是谢义宏执事甲张世新弟兄。音控是曹明祥执事甲张信群弟兄。华语请家己来看。拜三的查经基督会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卷第21章，主理是科牧师，司会是林宗豪执事。礼拜的内容，聚会内容。主理是科牧师，经文是《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题目是在惊讶中。要起因甲要吟的诗，还佫经句，拢请家己来看。刷到咱现着周报的第6面，教会消息甲报告。第1点，伫小等的报告了后，会行平安礼。请大家邀请大家，只是在行平安礼的时阵，会当做伙起立，彼此来请安，来就是问候。然后唱请安了后，再来唱信息第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礼拜嘛还袂煞，所以还袂当离开，对。第2点是。本主日要召开2004年的会员好会，所以今仔日只有一场无欢喜礼拜。第3点，今仔日好会了后结束，要进行大摒扫，教会的大摒扫，要邀请大家来做阵来摒扫咱的教会吼，因为一年过去吼，教会嘛有足侪所在有淡薄仔。咱需要摒扫的所在，所以请大家邀请大家做阵来摒扫。有分配的工课伫周报的第7面，面顶有写有搭团课，佫有会员会当去倒位摒扫的。若是有本来有一寡物件放伫教会，嘛请大家伫即时阵。顺续将物件炸转去，莫留伫教会，无可能会互等掉。好，第4点是下主日要举行圣礼典，迄天是要为着达悟区会来奉献，请大家备办心。第5点是新春2月10号拜六。是新年的初1，要举行新年的亲赦联合礼拜。迄天会是上午9点来举行。过一天2月11号就是拜日，要做本来的礼拜就爱嘛是爱进行。迄天只是有一场无欢喜礼拜。2场的礼拜拢要邀请，若是有闲的兄弟会当做阵来献诗。友谊来献诗，拢是每一工拢是早起的8点半来练习。新春礼拜因要献诗是上帝疼痛才会遐大。拜日礼拜要献的诗是我真爱讲这故事。第6点就是礼盒传道，
甲传道师甲庄怡玲姊妹要定伫3月9号拜六上午10点的时阵，要伫高雄的定心基督长老教会要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因伫迄天同一天的中昼12点半嘛有办宴请，若是有要宴请的兄弟，会当到1楼的柜台登记。咱教会是会伫3月17号拜日的中晝12点半的时阵，会举办茶会哦，就是伊会用简单的物件吼，邀请大家。第7点是2月的寿星哦，第八也有2月的寿星，爱祝因生日快乐。好，佮补充哦，今仔日有好会吼，所以较定平安礼了后，袂当离开哦。甲你隔壁讲，唔通走。哦，爱记哦吼。所以咱今仔日真重要，咱补选3位结束吼。咱来看今仔日后各位生日的遮的兄弟姊妹，请徛起来好无？我知影在场足侪人，来请徛起来，我为你唱生日快乐歌，伊要为恁祝福，来请起立。哦，3楼嘛有吼，3楼嘛有。来，咱做伙为因唱生日快乐歌2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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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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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为因做生日的祝福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予阮当甲2月份生日的兄弟同齐欢喜。阮愿主你过去怎样看顾保守因，只是伊将加倍的恩典疼痛伫因的身躯顶。当因生日的时阵，阮甲因同欢喜。愿主你保守看顾伊，互因拢会当行伫主为因备办迄个充满恩典的道路顶面。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是咱要来行平安礼。吼，咱今仔日吼，因为我惊大家行的，就走落去楼骹去吼，所以咱今仔日吼，甲隔壁，啊，你隔壁若都有生日的人，先做甲讲生日快乐，好无？好，咱这是来行平安礼。咱用正水几个啦，咱坐咧吟好，咱坐咧吟，我们请坐着唱就可以了，请坐着唱就可以了。我们坐几个啦，请坐咧吟就会使，请坐咧吟，请坐，请坐，我们坐着就可以了。好，甲你隔壁讲，你真乖，你有坐条的。好，这是咱们召开2024年度的会员的好会。哦，咱们看咱的会好会，咱在先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愿将阮即时要召开的定期的好会，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信心的同在，帮助阮会当来明白了解过去你伫阮身躯顶所施落的恩典，互我会当伫2023年顺利完成最的事工。伫你的恩典内面，愿领受到你的祝福。愿主你互我会当明白，阮所规划2024年，阮所要做一切工作。愿主你信心甲我同在，互我会当顺利来完成。
愿主嘛看到阮今仔日要补选3位执事，嘛，互遮守好调的人，伫上帝你的敬调的内面，因会当顺服、愿意甲主你来同工。愿将今仔日的好会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引带，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时请小会书记，因为书记请假，所以咱请文林长老来代理，所以即时请文林长老来点名。咱共款吼，咱楼骹有签名的吼，咱都算有已经点过啊吼，咱就点迄个无签名的吼。1号张信忠，有请假的我嘛跳让过吼。5号吴丽文，啊？安尼算有来吗？好，张安杰、张景元、张陈秀美、张陈秀美无来吼。杨宗熙、陈佑珍有到？请甲迄个主力学迄边的兄弟姊妹，当拢甲伊叫过来无？因为咱要点名。陈佑珍有到吗？好，来，咱继续。赖宏月，苏云伟，陈荣玉，叶秀玉，陈雅君，林素媛，潘俊成，陈胜山，陈信恩，陈信德，哦，剩底的老电话。徐瑞婷，好，等一下再回复。来，你先点。我先打个叉好了哦。没有哈，瑞婷有没有？哦，打叉。许光明，郑仁娇，江炳豪，王纯英，张恩兴，老店吼，张君子，张明丽，无电吼。吴淑慧，伊今日无来。张玉东，无来，因为因透早9点，佮十来讲袂来。好来，张玉娟，无来吼。杨廷文有，杨廷兰无来。张宣珍无来，张宣颖无来，郑长兴无吼，刘宇轩啊，袂赴啊，8点20进前，要8点20前。
可以 ，OK。陈国月，陈国月，陈国月，林崇珍，伊嘛是9点外才请假无算吼，都没来了。张尤文，张尤文，张尤文，还好。蔡美云，蔡美云，蔡美云，谢有健，小有健，谢有健，谢有健，我来哈。许少华，哦有。关君燕，老丁，老丁。吴怡君，哦。然后黄美英，黄美英没有哈。陈佳美，哦。詹秀杰，詹秀杰，无哈。陈进军，陈进军，无吼。陈楚云，陈楚云，没有。李一奇，李一奇，李一奇，电话。蔡金娥，有，好。张世新。张世新在那边。哦，有。廖竹英，那这班哪点？在路上缺席嘛。许伯恩，哦有。关武松有。那个张恩佩，张恩佩。没有哈，张恩佩没有。王俊祥，王俊祥，王俊祥没有哈。蔡依婷，蔡依婷，蔡依婷。我算一下人数。好，这边说明议事的规则吼，咱拄仔有侪人是8点20以后才请假吼。这为什么8点20？因为咱今仔早起的小会爱上尾做一届的人数的确认，所以小会是伫8点20审查上尾的名单。吼，所以咱拄仔讲到，你若8点20以后，咱拢算无请假，吼无请假，所以咱点名悠员爱甲点者，就是当做伊缺席吼，缺席。第二个部分是咱我拄袂记先宣布吼，咱伫1月14，咱审查名单了，咱籍在人在的会员人数是197名，197名。哦，所以咱即届早起咱审查名单了，拢总有27名请假，所以应该爱出席是170名，170名。咱要升会爱过半数。就爱86名吼，86名站到我都过半数。瑞婷到，瑞婷几号啊？66。哦，好，66。这个是第2。另外，咱伫会议的中间，若有人过来，也当报道吼，他可以报道吼，报道我们会再加进去，吼，会再加进去人数。好，咱点名过了，咱拢总有126名，126名的会员出席，所以咱即马升会，吼，我即马宣布咱升会。好，咱伫会议的中间，咱今仔日要选出3名的职事，吼，所以咱这边要
今仔日和会进行的方式是，咱先投票，伫算票的中间，咱来报告。哦，咱伫算票的中间来报告，所以是一面投票，一面报告。伫投票的即个内面呢，咱要用发票数、发票数、发票数来成做咱今仔日选举的基准吼，用发票数吼。所以咱第一届发票数出去了后，伊的回报，我会甲大家讲，即届发多少张票吼，偌济张票，咱来过半数还过半数。好，即时呢，咱要来进行咱的即时的补选第一届的选举，咱请同工来发票。同工来，我们来发第一次的选票。来，咱拄则有点名到的咱的会员，恁拢爱摕到票吼。咱即届要选出3名吼，3名，所以我们勾选3位，选3位吼，选3位。第一届的发票，咱选3位，选3位。请举手，你是会员，都要点到名，你要举手摕票吼，举手再摕票。选3位哈，请勾在名字的前面哈，打勾或打圈都可以哈。选3位，3位以内都可以哈。如果你选到4位，这张票就做废票哦。咱个人还未摕到票的无，请举手，互咱发票的同工会当将选票摕互恁。咱3楼拢有摕到票无？3楼。在场还佫有兄弟姊妹还无摕到第一届白色的选票无？你们自己也要投，可以投票要投，你们自己要投，要计算选票。好，咱若交好3位吼，3位咱会当咱会同工会过去收票吼。还有人无摕到票的后壁，那个传道后面还有人没拿到票。还少2张票。好，咱即时会使开始收票吼，开始收票。当咱咧收票的过程中间，咱要来做报告吼，合会手册报告。咱第一个要请小会报告，咱要请
恩林长老来报告。第当掀开手册第8页一直到第12页，第8到第12页是小会报告。没关系，你去。昨日决定他们确定票数都回来了吗？谁去发的？大家不要在楼下聊天。不用，他要这是2件事，一个是我们要计算发票数啊，他要收票再去收一次，不是等他们收完。请咱会当先看小会报告第8页一直到12页，吼，咱先看，看下恩林长老的报告。再等一下。3楼还没去收哈，3楼。注意要过来补报到。不用吗？我这样就好了吗？对，我看到了。不行，因为我们已经收票了，他只能第2轮。要不要？他等下，我手机我到时你报告了再讲。我有讲发票数，你先讲。多少？好，咱第一届选举的发票数是122，过半数爱62票。好，咱这是咱拢收票，有兄弟姊妹票还未收回来无？好，咱这是请恩林长老来做小会报告第8页到12页。主内小姐，大家平安。平安。好，咱来先来看第8面吼。咱小会吼，咱2023年的组织，咱就先免看吼。咱2023年，咱小会拢总开10届会议吼。啊，万丰教会吼，咱开3届吼。嘿，啊，咱圣礼典拢总有6届。万丰教会。暂停者。歹势，我袂记得请长老来帮阮监迄个看票吼，请迄个苏长老。啊，搁一位会当请文福长老来帮忙伊看票，好无？歹势，监票，监票，票。好来。好。那拄仔讲到吼，咱圣礼典里文山教会拢总6届吼，啊，离文山教会拢总是2届吼。好来，咱来看第9面吼。咱有举办第3，就是咱有举办2届互会，第2月12定期的互会，啊，搁10月15临时会员互会哦，啊，10月15，旧年10月15，咱就来选举咱的
即届本届长老甲执事吼，啊下面咱有一寡人士吼，咱有派我本人甲疫情长老吼，伫第二长老吼，即2023年的嘿，啊派疫情甲益圣长老甲赵云诺长老万丰教会的长老吼，啊下面就是咱任职的部分吼，好咱就无看吼，咱变现到第10面吼。好，咱伫第10面第6个会集吼，咱成立所咧拢总有4名吼，啊更新咧有1名，啊信用个别有1名，小离所咧有1名吼，啊专立的会集陪参的有李浩啊甲柯玉佳2名吼，啊专立的小离的会员有柯信恩1名吼，啊迁出的陪参会员吼有。1、2、3、4、5、6、7、8名吼，啊死亡的咱组织的有7名吼。好，啊咱第5项就是咱教会奉献甲概况吼，咱看起来2022年到2023年吼，咱第几个主礼拜成长10%吼，为119名到128名吼，啊。因为119年迄阵阁是咱疫情的，过疫情吼，所以人数平均会较少吼。好，啊华语主日礼拜咱嘛成长到21%吼，为43名到46名吼。啊少年团契有减一寡，无，歹势，迄是我看的是奉献报告，看毋对去。好，来，咱继续看吼，少年团契吼。共款是15名吼，无加无减吼。啊，十间基督会有较少一寡啦，14名到12名吼。嘿，啊，社青团契11名变10名，有减少吼。啊，成年主日学咱因为形态无共款吼，咱本来21名，今年都是12名吼。哇，2023年12名吼。好，啊，第6个就是咱嘛有统计咱10年中间的教师的成长的情形吼。互咱家己看吼，啊，咱2024年诶组织伫咱第11面，咱也有看到吼。啊，今年都第2长老就是我甲文宏吼做第2长老，啊，小的书记是柯冠成吼。啊，万丰的长老是张益成甲潘美妍吼。啊，咱中执会书记是施新宇吼，啊，会计是林宗豪，啊，出纳是张恩新吼。啊，咱今年都主日学校长，咱派赖韵如长老吼，好啊，下面是咱各团契的会长，啊，甲咱敬拜赞美团，啊，甲圣活队的队长吼，以上。好，咱上尾拢总报告了后，咱再来接纳所有的报告，好无？吼。好，拄仔因为咱何手册即届我无注意到迄个排顺序的问题吼。所以咱应该定期顶一届的记录应该爱先宣读吼。但是我照着这个顺序看来，我袂记得先做即项吼，即项就伫咱的议程的内面，咱爱先宣读顶一届的定期好会，以及顶一届的即个临时好会会议的记录吼。所以咱即摆请2年长来甲咱读顶一届，就是伫13页顶一届的定期好会记录。以及15页临时好会记录。好，咱来看第13面吼，咱2023年2月12号的会议记录吼。咱直接看咱的议案吼部分吼，咱头一个议案就是审查2022年度的收支决算，啊，搁2023年度的收支预算案吼，咱依照咱的迄当阵的合会手册登记吼，2022年度的收入的决算是780.555,475块，支出是决算是724.4,291块，啊，收支结余金额是咱有加56.184块，啊，加上顶年度的结存金。14.397块吼，所以2022年度的结存金是130.4,281块吼。第二项，2021年度的
银行年度定存金额是210万吼，啊，记住，咱有来计算到2002年度的结存金吼，啊，2002年度的银行活存甲定存结存金共340万4281元吼，全数滚入到2023年度的预算吼。第四项，2002年度的牧师馆收入决算金额是149万4420块，支出决算金额156万1788块，收支结余金额负6万7368元哦，啊加上上年度结存金23万6724元哦，所以2022年度结存金为16万9356元整吼。第五项，2023年度收入及支出预算各为，这是1036万元整吼。好，以上。好，咱这是第一案吼，咱看顶一届第二案。哦，第二案吼，咱有推选2023年度检账委员2名吼，咱挂记就是潘俊成推荐陈立祥、郭金敦复议，啊，彭兆亮推荐赖鸿岳、王思婷复议，王思慧复议，陈正义推荐许昭佳、赖鸿岳复议，啊，因为有3位候选人采投票选举方式选出2位委员，出席会员计135人，每位会员可投2票，以超过半数68票当选。投票结果：陈立祥76票，赖鸿岳42票，许昭佳44票。陈立祥当选为检账委员。赵以诺提议持续进行第2轮投票，就赖鸿岳跟许昭佳2位进行选举，以得票数最高者当选。李尔博复议，经公决通过进行投票。投票结果：赖鸿岳30票，许昭佳49票，许昭当选为检账委员。好，好，咱继续看第15页的临时和会会议记录。好，咱迄个第1、2、3吼，咱就先无看，咱看咱第4项就是选举的报告吼。咱临时会议界就是选举吼，所以第1项进行第一次长老选举，发票125张，收票124张，有效票120张，废票2张。选举结果：潘美燕102票，张安宁109票，张医胜112票，赵以诺104票。黄宏111票，许冠成70票，等6人得票数超过发票数一半票，63票。议长宣布，潘美燕、张安宁、张义胜、赵以诺、黄宏及许冠成等6人当选为下一届文山教会长老。进行第2次长老选举，发票122张，收票121张，有效票119张，废票1张，空白票1张。选举结果：赖英如97票，得票数超过发票数一半票62票。议长宣布赖英如当选为下一届文山教会长老。议长依选举结果宣布，潘美燕、张恩玲、张义胜、赵以诺、黄文宏、许冠成及赖英如等7人当选为下一届文山教会长老。然后指示选举，咱进行第1次指示选举，发票117张，收票117张，文山有效票114张及废票3张，万方有效票106张及空白票11张。选举结果：张景伦93票，张一如69票，施兴宇84票，李尔博93票，曹明祥86票，林宗豪86票，张恩兴65票，郑仁娇72票，周胜美60票，郭金敦78票及张安佩76票等11人，得票数超过发票数一半票59票。议长宣布，张景伦、张义如、施兴宇、李尔博、曹明祥、林宗豪、张恩兴、郑仁娇、周胜美及周金敦等10人当选为下一届文山教会执事，张安佩当选为下一届万方教会执事。进行第2次指示选举，发票92张，收票91张，有效票91张。选举结果：潘秀丽75票，赖鸿岳49票，许家印50票及谢一宏68票，得票数超过发票数一半票47票。议长宣布，潘秀丽、赖鸿岳、许家印及谢一宏当选为下一届文山教会执事。
议长依选举结果宣布：张景伦、张义如、施兴宇、李尔博、曹明祥、李宗豪、张恩兴、张仁娇、周胜美、周金敦、潘秀丽、赖鸿月、徐家韵及谢依宏等14人当选为下一届文山教会执事，张安佩当选为下一届万邦教会执事。好，这是咱顶一届定期和会一个临时和会咱的会议记录，咱是不是同意落来接纳这个记录？好，咱请举手，谢谢。好，多谢。好，社会报告已经报告了吼，咱来看其他特组的报告。咱先来看17页，17页是教育组的报告，教育组的报告。2023年度的教育组的组长是美燕长老吼，敢有要特别报告无？好。2024年度的教育组是文宏长老吼，伊请假无伫的，咱看伊内底所写有几项是今年度要办的部分吼。第5项要举办全教会的即个趣味运动友谊赛吼，咱要看伊当时日子已经定落来吼，咱看到头前第6页以及第7页内面有咱规年度的时间计划表，全教会的即个运动会时间来，咱看者伫倒位。第5月26号，5月26是咱全教会趣味运动会吼，这是第5项吼。第6项是全教会圣经的朗读比赛。来，咱看伫倒位，咱为头前迄第6和第7页吼。第10月27号，10月27，这是明年度要办理全教会即个活动吼，所以这2个日子，请大家会当甲记起来吼。好，教育组的部分也无其他特别报告的部分，咱来看第18页，礼拜组的时间的报告。2023年度的是恩宁长老吼，敢有要特别报告的部分？无，咱请家己看吼。2024年度是赵以诺长老吼，赵以诺长老，咱有要特别报告的部分，来请以诺长老。礼拜组补充报告吼，礼拜组的时间主要就是讲礼拜天书的安排吼，协助牧师礼拜天书安排第19页面顶吼。第2项就是安排教会的大型活动啦吼。像圣诞节也是野外礼拜，这就是。第3就是管理维护教会礼拜中所有的设备啦吼，相关的设备。第4就是制定这个教会礼拜的天书的。所以对这个代志，若有啥物建议的时，会使来向礼拜组来这个建议。今年大概咱主要有几个活动，9月15要举办1天的野外礼拜，9月15。11月9号到10号有一个中级同工的退休会，有一等于中级甲同工的训练会。教育训练的部分，咱伫2月3月时间已经排啊啦吼，有一个书会同工训练，就是有新任的执事，旧的中级嘛是大家过来回国去训练一下吼，就是有一个同工的训练。4月到5月中间有一个台语的领唱的同工训练，所以原则上今年大概是另外一个有一个变动，就是咱查经祈祷会，咱拜3暗拢有一个查经祈祷会。这个查经祈祷会拢是线顶甲目前拢线顶啦吼。目前咱拢线顶，线顶其实效果就是大家会使参与。但是伊几年前是有一个特别的群组。即马这个线顶要群组要归转来咱的教会大的 LINE 的群组。所以后摆咱伫迄200几人的咱这个教会群组内底，就会使来直接参加这个咱的查经拜3的查经祈祷会。原则上是对2月开始。这礼拜3拄好是1月31啦。所以2月应该是后礼拜才开始。提醒大家以上。好，多谢这个礼拜组的报告事项吼。所以咱注意礼拜组有一寡调整的部分，咱邀请咱正下日子来参与吼。
好，关怀组的部分伫第20页。关怀组2023年是正会长老，吼，正会长老有要报告的部分无？无，好。2024年度是美燕长老，咱美燕长老有要报告无？来，请来台前。平安。伫今年度吼，我简单补充2点啦，因为我有一个关怀的大导组，咱大家莫客气，若讲需要关怀组来替恁祈祷的时阵吼，甲关怀组来甲我讲，也是甲阮的同工讲吼。搁一个就是探访的部分，阮为1月就开始啊，因为阮是逐礼拜六，阮会去参谋司。团队甲同工要去探访，总是我一定爱先安排。我碰着足济，就是咱的会友吼，兄弟姊妹足客气的。若甲伊讲要去厝诶，甲伊探访的时，你讲毋免啦，毋免啦，安尼搁摒扫，是创啥安尼吼？足客气的，阮无要去甲恁检查恁的厝内底，就是阮参谋司团队去。是要为着恁祝福祈祷，大部分是安尼尔。服务师知影讲恁住伫倒位安尼吼，这是今年的今年较重要。嘛有机动性是随时安尼啦吼。好，多谢。好，佮补充报告哦，要去探访你，毋是去做卫生检查哦，所以莫紧张，你免款拢无要紧嘛免交代阮，因为我去是要带祝福互恁的所以记者若美燕长老甲恁讲的时阵，恁就讲好，我欢迎你来嘛，服务处知影恁住倒位我若去巡餐水的时阵，才知影伫门口为恁祈祷，好无好。咱来看伫资讯组资讯组第21页21页2023年的是以诺长老，敢有要报告部来。一项啦吼，咱的音响设备吼，因为是20几年前设立的时候就开始用所以即嘛是渐渐在改进最近甲无线电麦克风，大概甲港台电的麦克风拢改善了过来可能就是咱的喇叭系统啦这一年一年咱就编预算慢慢进行以上。好，24年是恩林长老这边有报告无好，音响的部分大家听了有任何的感觉有了伤大声啦、伤细声啊，就杂音，就紧反应咱的同工拢会去来甲改善咱来看财务组的部分，第22页22页拄好这2位长老拢请假伫所以咱请迄个恩林长老，敢有要报告的部分？好。伊即个拢是例行性的啦，因无真特别，就是伫例行性的这个部分因的组织顶面有了改变工作的项目，顶面负责的人有调整所以咱来看这个部分。好，23页是总务组义胜长老，义胜长老搁咧教助理学吗 ？OK， 好，咱总务组2023年甲24年拢是义胜长老上主要就是维护咱教会整个的设备的部分，伫23页的部分所以咱看者，咱若伫教会使用顶面有任何设备的问题，拢会当反映互义胜长老，伊会当来甲咱做维护甲保养的即个部分。好，咱逐组的报告了，咱会当看到24页到25页。是咱2023年度的一寡技术伫这中间所以咱会当来看者。
用力了。好，122，收票121，过半是62。你等下有效票、废票你看。咱迄个第一届选举的结果吼，已经要出来吼，所以咱小等者，咱再继续报告。咱先来看即届的第一届的选举结果，确认了吗？确认跟我讲，这个是真。好，咱第一届选举的结果，咱照着顺序，咱拄仔讲到发票数是122，收票数是121，过半数爱用发票数122。一半过半是62票，所以咱看起来第一届的选举，咱拢无过半，所以我小读这几位，柯玉嘉50票，张景元26票，徐伯龙17票，尹爱玉15票，许瑞婷14票，周绿健13票，赖佑祥13票，黄亮轩12票，以下10票我就无搁读啊吼。好。咱因为第一届无选出来，咱爱做第二届的选举吼。第二届的选举，我这边要来征求大家的同意吼，就是咱第二届甲第三届的选举的时阵，咱要用倍数来选举。倍数就是咱即摆3位咱拢无选出来，咱会当用6位前6位来做选举吼。毋知大家的意见是怎样？咱就把13也放进去，好不好？那倍数是6位，然后如果是同票数，我们就再增加1名啦，见7位。请问有人要提议这个案无？咱第二届啊、第三届的选举。手手提议，有没有人复议？有人复议无？来，金墩复议，好，所以咱看下第二届甲第三届，咱拢用倍数，如果有同票数再追加人数，好，所以咱第二摆咱敢若会当选88号、9号、57、8号、37、20、98，这7位来选3位，89，歹势，89用这7位来选3位，那选到其他的拢无算，来，歹势，提议复议，袂记征求大家，咱同意拄则用倍数的方式，请举手。好，多谢。谢谢提醒吼。好，咱就看下选这7位，7位内底选3位所以咱即摆发第二届的选票，来。补报道。咱的报道总共现在增加2位所以我们的晨会人数变成128位128位。好，咱现在来发票。咱看荧幕那个阿亮可以帮我把下面的都 delete 掉。然后把它放大一些。好，按顺序7位7位88号、9号、57、8号、37、20、89、60、89到这个所在7位选3位，7位选3位。要选票，没关系，他们先发。
还阁有无摕到第二届选票，请举手。有拿了。好，咱7位选3位吼，88号、9号、57、8号、37、20、89。选3位吼，选3位。好，等我讲，算一下发票数。发票数。81。好，咱第二届发票数是111票，111票，111票。啊？112。不是你发票就是给了他们，没拿票就没了，请他们上来。不要再下去发了。第2轮、第3轮他们主日学都已经结束，请他们上来。等一下，还没，可以。你们有报道了吗？有。好，发票数现在是114，当空白票，当空白票。好，发票数114，过半是58，过半是58。好，当因咧算票的时阵，即马要请助理员来报告。助理员来报告，助理员会记录伫第
26页一直到28页，26到28页。2023年度的是正人教校长，你有要报告23年的主日学的代志无？无吼，无请咱家己看。2024年的主日学的校长是赖韵如校长，有要报告无？无，咱嘛家己看吼。咱看者伫27页内面是主日学伫2024年内面的一寡重要的形事例，吼，形事例伫这中间。好，圣歌队的报告记载伫29页到30页，29到30页。2023年度的队长是余雅玉，有要报告无？无。好，2024年是郭金敦技师，有要报告，来，请来头前报告。麦克风，要，因为3楼有人。好，咱听圣歌队的报告。兄弟平安。最主要吼，一点啦吼，就是去年12月24日圣歌队的赞美礼拜吼指挥安排的方式吼，阮有徛落去伫咱会友中间来献诗嘛吼。会后牧师有反映讲吼，有兄弟吼，甲牧师讲，听了真感动吼，有想要来参加阮圣歌队。所以直接报告者，阮圣歌队是每礼拜拜五暗时8点到9点50，吼8点到9点50，是阮的团练时间，欢迎大家来参加。好，以上。好，咱收票第2轮的发票是114票，收票嘛是114票。好，咱继续来看敬拜团的报告。敬拜团的报告伫31页到33页，吼，31页到33页。2023年的团长是秀丽有要报告23年的敬拜团的代志无？无。好，24年的团长是朱茵，你有要报告无？好，来，朱茵来头前，吼，来报告2024年敬拜团的报告。我是竹英，然后一样也是想要，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组织，虽然人看起来没有很少，但是其实很多都是重复的。那也很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对于音乐或是对于敬拜是有感动想服侍的话，就是邀请大家可以加入敬拜赞美团这样。那就是不管是跟团员或是跟我说都可以。好，多谢吼，请咱参与伫圣歌队甲敬拜团的，会当甲因做伙来服侍吼。好，咱继续来看少年团契的报告。少年团契报告伫34页到35页，34到35页。这个部分，咱是毋是请辅导团队来做一个报告者？有要报告有无？无吼。好，请咱家己看吼，请咱家己看。玛拿团契的报告放伫36到37页，36到37页。玛拿团契有要报告无？警员还是信群？好，来信群要报告，来请。马纳团契这边的话，那个大家可以看36页，就是2023年收支预算那边决算那边哦，因为我们就是少入了一笔，就是一笔奉献入账，所以就是我们这边收入会少500，然后我们之后会就是把这笔收入列在我们2024年的1月的这边，对，大概是这样。好，这是项目哈，项目大家做刊物表，再做订正就可以哈，把它订正过来，入到2024年的账里面哈。好，社青团契、社青团契，23年度是文琪，有要报告无？无。24年度是中豪，敢有要报告？无吼。
社青嘛，请咱会当关心参与伫因的团契聚会活动内面吼。好，咱来看妇女团契报告，记载伫40到42页吼，40到42页。妇女团契会长23年度的是郑慧长老，妇女团契敢有要报告？郑慧长老，妇女团契无吼，请咱家己看。24年度的是桂英姐，有要报告无？好，来请。我代表妇女团契吼，伫2024年报告一下吼。真感谢吼，迄个旧年伫阮的团契参与的迄个事工吼，甲服侍牧师传道甲足侪讲员吼，咱教会足侪长老吼，拢有甲阮帮忙。请遮的阮今年2024年嘛，说继续吼，要邀请吼，阁足侪人甲阮帮忙。上重要就是吼。阮迄个旧年有真感谢足侪人甲阮奉献，阮所以妇女团契吼小可好举，所以阮都吼，阮有摕5万块献落迄个牧师馆吼。阮即马吼，我即马伫遮就是要阮吼，大家甲阮关心奉献以外吼，我即马伫遮吼，邀请大家搁较侪妇女来参加阮的团契，因为吼，迄个妇女团契吼，伫咱的迄个总会中会是足重要的一个事工。因为家庭的妇女吼是家庭的重心，我知影妇女拢足无用的，毋过来参加妇女团契吼，学习真济，我个人得到真济。我邀请吼，因为我嘛伫教会吼，嘛足济妇女，我无讲大家拢熟悉，我伫遮甲大家邀请，会当来参加阮妇女团契伫拜二9点加迄个10点40，阮全年无休，除了国定假日以外，有团契，佫有读经吼，迄个。搁一点吼，阮的迄个2024年吼，咱知影咱基督徒每一天咱拢有读圣经祈祷，阮有发起一个祷告网，你若袂当来参加团契，若有需要吼，代祷的事项会当，若提起教会迄个祷告迄个关怀吼，因为即摆疫情的关系，搁时代的变迁吼，所以阮就发起一个祷告网，阮每一个妇女团契。鼓励因每一个人，每一天为5个人祈祷，至少为5个人祈祷。所以吼，你若袂当来参加团契，你若需要阮团契甲你祈祷吼，你来甲阮讲，咱的迄个关怀的长老吼，迄个陈正会长老，佮阮的廖长老，阮的迄个属灵的辅导吼，廖长老也是迄个正会长老，也是迄个潘美燕长老，你甲因讲吼，也是甲我讲，阮会伫团契发起。为大家来祈祷，这是这点的报告吼，好，谢谢。好，多谢妇女团契报告。好，咱这是来看双年团契报告第43页一直到44页，43到44页。双年团契美霞姐，你有要做报告无？好，来，请来头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本来无准备要报告，因为旧年无报告，所以我就钦差来。没有想到今天要上来报告哈，因为我既然有这个机会哈，应该要来报告哈。少年团契，咱今年有一个变化，就是咱要等于到迄个古堂哈来聚会，因为。会议室吼有较小，少年团契基本人较济吼，大概有平常的出席哈会到28、30个哈，所以就有较钱啦哈。虽然今年开始是伫古堂来聚会，旧年哈真谢谢哈咱团契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为我们奉献让我们可以做很多一些事情哈不过呢，同主要我嘛是感觉讲，是不是咱在座足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哈，咱少年团契其实哈应该要想侪人啦，因为哈咱是60岁到100岁，我们也40年的这
这个年龄层都是我们中年团契呢，吼那个看嘛，足侪人的啊吼，不过咱来嘛，这20-30个不够啦，吼。我捌听有一个教会吼，南大会教会，伊甲我讲啊，伊讲伊若聚会是用100多人呢，我想100多人是要安怎聚会，吼，但是呢，不一定要很多，因为人多口杂，所以我想我们还可以多，但是呢，我们的目标呢，不是说人多就好哈，咱是希望咱的这个年纪的人哈，会通行出来，莫一天到晚伫厝内，变做拢无讲话的机会，也嘛无熟悉咱教会这个兄弟姐妹的机会，因为咱礼拜天拢是刷着走啊，对不对？拢无啥物机会通讲话嘛，所以咱来团契大家慢慢啊开讲，大家慢慢啊来熟悉，应该是更较好所以我尽量的邀请咱兄弟姊妹，是毋是会通拨时间来参加咱中年团契大家认识一下，大家来开讲莫定定伫内底伫厝内看到拢是真熟悉，但是呢，无真正熟悉，所以拢甲动头尔我感觉真可惜啦60岁到100岁，你可以活到100岁，你也可能明天就走掉，是不是这样？所以更需要大家认识这是我今日特别伫遮邀请因为大家拢甲我讲好。不过我下一次礼拜4都没有看到你，甲我讲好的人爱来，好不好？好，这是我今日特别报告好，多谢兄弟团契报告会晓讲60岁我想我嘛紧呢，我嘛紧呢几年我甲恁讲，恁家己去想所以咱邀请咱正兄弟姊妹当来参与好，多谢兄弟团契报告喂。咱这时要请社区关怀据点来报告所长了。大家平安。咱的社区的关怀据点已经要满7年可能还佫有的还佫唔知影无啥介了解啦。本来咱这届有甲牧师讲是讲有做一个PowerPoint， 10几分钟要互咱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佫选记赛，所以。有甲牧师参详咱4月14礼拜讲到了后有一篇就互咱较了解所以其实头仔咱的少年团契会长讲的爱出来甲人沟通啦爱讲啦，要互动啦。你若无讲话，迄个卫福部的迄个延缓失能失智就是讲个记叮当呢，才讲呢讲好话就影啦才讲安尼要动，不然的话会失能失智所以咱出来甲人谈啦好因无阮的课程，这内底有写有动态甲静态然后有时间会当来参加。且拜五即摆先加一个拜五下晡时有一个电影欣赏有一寡健康知识的迄个那咱来当有量去参加，这对咱来讲真好。即摆迄个今年开始双年甲妇女拢有当咧做礼拜改伫遐。所以呢，后壁拢到尾拢因为这社区的这长者会来，拢会来参小加减来参加这嘛真好啦所以咱毋茫讲，咱兄弟姊妹若有外人来无熟悉，咱甲人打个招呼甲人小酒问咧甲邀请者，我相信这嘛真好互咱体会迄个。咱若看讲这个真多谢咱教会兄弟有来为伫46页才有奉献的名单伫遮，但是足济拢无熟悉的名单这拢是社区的这长者为着因为来感觉体会讲，教会遮尔亲切，佫遮尔有听心所以因奉献，才有一个1万块的呢会外因为有关心啦，伊来了感觉教会其实足温暖的所以人为用迄个金钱来表达伊对这个教会的感谢感动啦所以讲毋茫讲咱通较关心这无熟悉的人的想法，会当通过安尼福音达为安尼传出去啦以上。
好，多谢社区的报告吼。伊中间咱睇到手册内面，伫奉献内面，咱看到后摆有用迄立可白涂掉，那个是重复吼，重复前面的那个詹玉豪的5000吼，所以伊加拍一抓啦吼，所以咱甲它涂掉吼，这部分甲大家报告，请咱嘛来关心社区据点的部分。好，即时要来宣布第二届选举的结果，第二届即次的选举，咱发票数是114票。收票数是114票，有效票、有效票是111，废票2票，空白票1票。吼，所以因为发票是114票，所以过半数爱58票。只是来宣布迄个选举的结果：柯玉嘉99票，张景元57票，徐伯龙51票，周绿建37票，徐瑞婷32票。赖佑祥24票，余爱玉19票，所以即时敢若有柯玉嘉过半数，所以伊当选伫本届的即数，所以咱要因为还阁欠2名，咱要进行第3届的选举。第3届的选举，咱要用倍数，就是4名来选2名，所以确定啊，咱敢若会当高选到。9号张景元，57号徐伯龙，20号周绿建，37号徐瑞婷，4选2吼，是4位中间选2位，你若有交唔到，迄拢做加做废票吼，所以请咱咧交的时阵对号码对名吼，咱来交。好，即时咱请东江来发票。那你若有涂改的也算废票吼，好，请东江发票。阿亮，那个阿亮，关一点出来，阿亮放大，把那个下面的切掉。哎呦！可以了。个兄弟姊妹还无摕到票的无？来，请举手。再算一次，再算一次。可以。
咱第三届选举的发票拢总有99票、99票，所以过半数爱50票、50票。好，咱拢收票啊，吼，还阁未投票的无？好，若无，咱要来看万丰教会的报告。万丰教会的报告，恩佩无来吼。好，咱看万丰教会报告第47页到49页是万丰到50页，歹势到50页吼，是万丰教会报告，请咱来看。万丰教会报告内面有一个是伫2004年度的教会事工内面，因的迄个教会组的第3点，因为是君怡轩的即个服侍事工吼，咱请咱兄弟姊妹若有即个感动，也是咧有即个时间会动的时阵，咱会当去参与伫因的即个君怡轩的事工，即个部分。好，即时咱所有的报告拢到即个所在吼，拢到即个所在，所以即时咱要来看2023年度的收支的决算，包括牧师馆的收支，以及2024年度的收支的预算的部分。即个部分即个部分我看下。歹势，落到一个检察委员的报告。检察委员李翔兄弟要甲咱做一个补充的报告，歹势。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2023年是我甲曹家吼来做检视。咱看即个早上检察报告。每一年咧检查的时阵，一年有2摆吼，7月甲即个1月的时阵，是拢会发现讲咱即个支出吼，还是讲这一寡评估啦吼，无抬头，这拢免不了是一定的啦吼。但是这袂影响到咱的迄个正确性，吼，就叫因搁尽量改善安尼。今年是马拉团契是有一笔，头拄有报告过吼，一笔500块吼，去绕交去。咧交接的时阵吼，无注意到，所以我是最近是咧甲想出讲吼，这嘛是要有一个控管的办法出来吼。希望咱教会财务组，若有即个咱的奉献的收入吼，若是对咱的团契的部分，目前是拢每一个月会甲伊统计起来，甲伊转互即个各团契内底。因是领现金啦，领现金互因签收，虽然因有签收，但是钱摕来是煞袂及一哩，吼。所以我主要是甲伊设想一个办法吼，就是希望咱的财务组，甲即个要各团契这钱吼，咱莫用现金的，咱直接对银行簿甲转移咧银行簿内底，这就无即个问题啦。咧检销的时嘛加较好检，吼。这是一个部分，这是差不多安尼啦。真咧，咱文山教会吼，迄个奉献收入吼，拢真稳定伫个。可见咱每一个人吼，心中是受咱的主的感动、信心是带喺内底的，所以这真好。感谢咱文山教会兄弟姊妹以上报告。好，多谢检察委员互咱的建议啦吼，所以请财务组去了解看要安怎将即个收到的奉献转入去到每一个团契，也是因的迄个户头内面吼。即请会在阮伫小会内面会请即个财务组来做一个讨论。多谢检察委员诶，即个报告的部分吼。伊写的内容拢记载伫何为手册51页吼，51页。好，即时咱要来看咱的议案的第2个部分。咱要来听即个收支的2023年度的收支的决算，以及
2024年度的收支的预算，记载伫咱合会手册第50。好，伫咱合会手册第61页61页，61页吼是咱收支预算吼即个部分，甲决算的部分，一直到63页吼63页。好，咱即位会当请阿林长老甲咱对即个部分来做一个报告。好，大家平安。咱来看迄个2023年吼。咱教会的收入部分吼，咱收入经常费的收入是5127988块吼。啊，咱迄个转账的收入吼，转账都是对外对内，啊，搁咱的牧师馆的建筑现金吼，合起来拢总是2185355块吼。所以咱的总收入是731334343块吼，啊，上年度结存金吼是1304281块吼，啊，咱的银行定存结存金吼是210万吼，啊，所以咱上年度的决算吼，收入的决算是1,0717624块吼。好啊，那咱根据咱的2023年的收入，咱有编2024年的收入的预算吼，咱离经常费的收入部分，咱有编5136158块吼，啊，咱的转账收入是编199万吼。啊，合起来是7126158块，啊，个咱的结存金吼是1373842块，啊，个咱的定存是110万吼，所以咱规年度的预算2024年预算是960块吼，啊，下面是咱的银行的存款吼，活期。是合起来是1373842块吼，啊，咱的定存是110万吼。好，咱看第后面的支出的部分吼。咱2023年吼，咱的预算吼拢差不多啦吼，啊，有特别的部分咱讲一下吼，因为咱年度的最后合计吼是8243782块吼，啊，咱的结存金是1373842，啊，拄仔在讲过，咱的定存是110万吼，啊，所以咱开课的钱差不多8243782块，啊，咱说明一下吼，头一个咱的特别典礼费部分吼，咱今年都无支出，因为咱有准备一笔钱哦，要做咱的特刊吼。啊，第二项吼，就是咱的团队来吼，啊，咱的迄个人事费用部分吼，咱薪资啦，有那时候预估的时候无算到咱的研究补助费吼，所以咱的读管伫咱的迄个预算啦内底啊超过研究补助费变成是111.11%。啊，旅运费是146.88%吼，因为咱编预算的时候没有编到这2笔吼。好，啊，第二部分就是咱的邮电费吼，啊，修缮费有较悬吼，嘿啊，啊，修缮费是131%， 131.81%吼，因为咱有教堂的热水管线维修吼，咱厝要顶热水管线拔开，啊，嘿啊。啊，搁咱的油漆吼，咱所以咱有加出来131%吼，啊，咱油电费是108.16，啊，搁水电费吼，水电费差不多是120%左右，啊，主要是前一年咱咧算循无算到主日学吼，会伫咧教会举办夏令营啦，啊，所以那时候变预算稍微保守一点吼，所以有超支吼。另外一个就是宗教教育费的部分吼，咱
收入，咱宗教教育费甲团契合并看吼，咱收入的部分，咱对内现金是596400块吼，啊，支出的部分，宗教教育费宗教教育费主要是对主日学甲圣歌队吼，咱是直接转到互因两个单位吼，228700块吼，啊，团契是421700块，合计是650400块吼，啊，有加54000块，啊，主要就是咱成人主日学吼有24000块的支出，啊，搁咱补助玛纳少期的福音队吼有3万块吼，所以合计是54000块吼。另外一个特别讲的牧师馆的支出吼，咱牧师馆咱有支出是267万啊，2067558块。那主要就是咱对咱经常费吼，咱有支出一个那个100万的定存，啊，搁一个建筑现金者1033370块吼，啊，搁咱的圣餐吼，咱就是咱教会要转到咱的牧师馆的基金去吼。好，啊下面咱来看咱的牧师馆的基金吼，嘿，好，我先讲咱的预算好啊，嘿啊，啊，所以讲咱2024年的预算吼，咱根据咱的各团体的需要，啊，搁咱教会的需要，咱有编吼，共款甲咱收入部分，咱共款编960万吼，啊，主要就是咱预计支出啦，去年都2023年开800万左右吼，啊，其实2024年嘛，超795万吼，嘛是差不多800万吼。啊，咱的上年度的结存金是较少，差不多55万。啊，咱的定存是110万吼，啊，所以合起来就是960万吼。哦，下面咱来看咱的牧师馆的基金吼。好，那牧师馆吼较复杂吼，因为咱伫进前我看卖吼。牧师馆，嘿，咱是2020年11月22号，咱召开咱的临时会会吼，咱通过咱的牧师馆的建制嘛吼，啊到即马几年啊？是毋是3年？对，3年吼。其实咱的成绩算袂歹吼，咱简单报告一下吼，咱迄阵牧师馆是1720万，啊，咱自备款是520万吼，啊，所以咱达联邦银行贷款1200万左右，啊，合起来就是对，17200年1720万吼，啊，咱开始存吼，咱甲联邦银行是借款是20年吼，好，啊，咱是2020年12月31号就交屋了，所以从2021年21、22、23都要3档吼，好，咱来看吼，咱还偌济啊？好，咱来先来看咱还偌济啊？咱已經奉獻吼，即3檔咱奉獻有6645731塊，啊，咱来回友吼，就差不多160萬，对，所以合起来就是8245731塊，咱就收到的錢，就這3檔咱收到的錢是800幾萬吼。啊，所以咱已经还款的部分吼，都是咱支出的啦，因为收到800几万，毋是本金嘛，啊嘛咧纳利息钱吼，咱利息钱哦，这3档拢总差还富国银行48万262块，啊，咱本金都还776万5469，嘿，所以知影存偌济无？500，我看，大看，拄则讲吼，好吼，嘿，咱会友吼，咱借款还有160万，啊，联邦银行咱借款存423万，嘿，所以佫欠583万，嘿啊，所以咱本来欠1200万，咱已经还一半，3档还一半，嘿啊。好，以上报告到这。好，多谢。咱先看这个收支预算案，咱若同意了，咱再来看第三届选举的结果吼。
请问对收支预算2023年度的决算，以及2024年度的预算，有啥物要提出疑问要来问的无？好，若无，请问有人要提议接纳无？针对提议接纳，有人要复议无？来，迄个郑伦吼，郑伦复议，来，咱那同意接纳的请举手。好，多谢。好，这时咱来看第三届这次的选举的结果。咱发票数是99票，收票数是99票，有效的这个票数是96票，废票2票，空白票1票。选举的结果，咱看荧幕顶面9号张景元63票，57号徐伯龙58票，因拢过半数。20号周绿建34票，37号徐瑞婷30票。所以咱第三届的选举，是张景元加徐伯龙争做本届文山教会执事。所以咱即届文山教会补选3名执事，拢总3位，第1位是柯玉佳，第2位是张景元，第3位是徐伯龙，当选争做本会执事吼。伫当时就任小会讨论了，会再公布。好，这是执事的选举的部分。9996，空白票1。好，这是咱这个第一案，伊嘛已经完成；第2案嘛完成。咱即时要来推派2024年度的检校的委员2名。咱请问咱兄弟姊妹有要推选人选无？来推选2名，吼2名。检校委员2名，来玉佳，不是爱玉。佳韵，徐佳韵，请问有人要复议无？有人复议无？徐佳韵，那个长职不能复议，长职不能复议，因为我这也说明议事规则内底，因为检校委员是咧检查教会所有的遮个财务的部分，总值是因为有经手，也是咧执行遮个事工。会经手遮个项目费用，恁拢因为咱伫中执会内面，咱会看；咱伫小会内面，咱来接纳。所以，这个检校委员等于是监察委员，所以袂当对中执内底来做提议甲接纳。来，副议是警员，所以咱第1位是徐佳韵，还佫有第2位无？第2位来，这建雄、阿亮、赵亮洪赵亮，请问有人复议无？有没有人复议？倒位？嘉龙嘉龙复议好，还佫有人要提议无？咱需要2名，好，若无，因为咱同额啦同额，敢会使用阮牧师这边，咱用举手来做通过，好无？咱莫点人数，会当袂？会使好，那同意徐佳韵、洪兆亮争做咱2024年度检校委员的，请举手。好，多谢。好，这是咱今仔日咱的迄个议案到这个所在咱请咱的迄个书记，甲咱宣读着今仔日的议案的部分。好，咱那个后会咱今日进前的报告咱就无讲啊咱出席议案就好了OK 好。议案的决议，最后的结果是看。选举结果啊？对，选举结果。OK 好。最后的那3个结果。咱接受补选咱经过3届投票咱柯玉佳、张景元甲徐伯荣当选咱本届的文山教会执事
头一案就是咱审查2023年度收支决算，啊，搁2024年度的收支预算吼。咱今敦提议接纳吼，锦纶吼复议吼，咱全体约会员无异议通过吼。第二案就是咱推选2024年度检账委员2名吼，爱玉推荐徐家韵，然后张景元复议吼，建雄兄推荐阿亮吼，嘉龙兄复议吼，咱全体会员无异议吼，公决接纳吼，徐家韵甲彭兆亮吼为检账委员。好，多谢，咱做一个祈祷。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互阮真顺利完成阮今仔日的好会以及这次的补选。愿主你甲阮同在看顾阮，互阮伫未来的一年中间，我会当照着上帝你的心意向前来跑走，互阮所做工会当荣耀上帝的名，会当利益着众人，嘛互信心的引传内面，阮去将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消息来人来分享。互更较侪人会当来明白你，愿主亲身看顾，愿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好，咱即时来唱几遍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因是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全首。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帮助，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咱今仔日礼拜到这个所在，确定下晡咱有大饼扫，所以后壁有准备包啊，所以咱要享受这包啊进前，咱做伙做一个感谢，好不好？好，来，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体贴阮肉体的需要，互食的食物来满足阮肉体，互阮的肉体得到饱足了后，阮伫下晡要来清洁教会，愿主你互阮有体力来完成这个工作，互你所设立的教会，这个厝体，我甲伊清洁清气，互搁较侪的人入来到教会时阵，会当享受到你同在的喜乐。阮从下晡，阮的饼扫，以及阮即时的邻舍，阮拢放伫上帝你的手中，愿主你看顾。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好，所以要出去的时阵摕包啊，你若迄留麦当。